好，我係阿燦，亦都係金文銅章持有人，亦都係未來嘅插畫家。最難忘呢，就應該係克羅地亞嘅野外鍛鍊科，佢嘅訓練期係橫跨咗一個農曆新年嘅。咁嗰段時間冇得翻去同屋企人過年啦，咁同時間我嘅腳係有扭傷嘅，咁佢哋都有聽到過我腳拗柴咗頭2次之後，佢哋就你慢慢行，你喺後面，我哋喺前面，之後後面都會有另外一個同學仔會喺後面夾住我咁樣，咁盡量個速度咧，我哋就不受其他隊伍嘅影響啦，就慢慢咁樣行嘅。行完一段路啦，翻到去休息嘅時候咧，佢哋都會攞出佢哋嘅一啲咩鐵打油啊、肌肉槍啊，都會拎晒出嚟之後，阿燦你得唔得啊？你需唔需要用到啊？咁樣雖然嗰陣時嘅隊友佢哋都比較年紀比較細少少，但係佢哋可以拎到呢啲出嚟俾我嗰下咧，係開心嘅，亦都好窩心嘅，都一直 keep 住以一個媽媽姐姐嘅角度去照顧佢哋，反而係俾佢哋照顧翻嚟，所以呢一種我覺得係一個合作嘅精神啦，團體最重要嘅嘢就係我哋依家嗰個狀態啦。即係我呢個都覺得係 AYP 俾到我嗰種信念，亦都係想帶出嗰種堅毅不屈嘅精神嚟嘅。開始我係因為 join 咗 AYP 嘅一個塗 art 嘅活動，係第一個活動嚟嘅。咁令到我學識到，咦，藝術上面原來有傳統藝術手，佢仲有非傳統嘅新興活動，譬如呢一個噴漆啦，又或者係街舞嗰類型嘅嘢，咁令到我喺好多作品裏邊咧，不再係只係限制於一個傳統上面嘅創作，更加多嘅係會思考翻新興 mix 埋傳統嘅手會一齊去進行。咁後面就覺得，咦，我因為咁樣嘅作品攞咗出去比賽，拎到獎之後，我上到舞台俾大家鼓掌，俾大家知道，咁甚至乎我嘅名掛咗喺牆上面，對我嚟講呢一個係一種鼓勵啦，咁亦都係一種機緣，因為我將咗 AYP 呢個活動，令到我會有咗另外一個對藝術嘅創意發生。佢幫我打咗個基礎，就係令到我藝術發展嘅方向變咗好多嘅同時間，令到我知道原來我好中意活動，咁我都要主動去爭取先得嘅。咁以至於我知道原來出到嚟外面，其實呢啲爭取呢啲行為都係好需要我去使用嘅。我覺得係擺脫咗學校本身嘅嗰種學習教育嘅一種狀態，令到我進入咗個新嘅狀態，所以令到我會更加覺得我支持我嘅選擇係啱嘅。我選擇咗 AYP 去 join 呢個活動，係我嗰個選擇得特別好嘅位。join 咗 AYP 之後，發現自己原來有唔同嘅面。譬如我由徹底嘅 I 人變做 E 人，呢個轉換對我嚟講係一個特別嘅改變嚟嘅。因為我之前可能未必會鍾意參加比賽，未必會鍾意去參加活動。咁去到後面 join 咗，慢慢咁樣 join 啦。咁活動好繁忙，好多活動，但我唔覺得攰嘅。咁 AYP 佢就好似打開咗我嗰種內心嘅一種 E 人嘅性格。我原來鍾意冒險，我原來鍾意玩嘅。之前去參加 AYP 嘅歷奇活動嘅時候，一開始好驚第一層，但係去到後面 join 第2次啦，join第3次啦，發現哇，我好想再上翻去喎咁樣，先知道原來我自己中意玩啲歷奇嘢啦，攀石嗰啲高冒險嘅嘢。性格上面會改變，都教識咗我面對更加多嘅事情，我都需要去勇敢啲，唔好猶豫太多，要做嘅嘢就直接去做。我參加 AYP 咁長時間裏邊，我喺呢度識咗好多唔同嘅人，再去到我最後上到台，認識咗一個好遙遠嘅人，一齊影咗相咁樣，即係攞金章嗰一刻嘅我嚟講，嗰一下我帶住我嘅屋企人出現喺嗰個舞台上面，已經係令到我最滿足嘅一刻。AYP 65週年生日快樂！